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人济话就济，三色人讲五色话。读册的人讲斯文话，兄弟人讲江湖白。出入社会，咱目睭爱贴互金，唔通互拐去甲你打死。我国情啊，你拢讲到句的呢？什么江湖白拐去打死？打死！我知啦，洗衫店有咧讲打死。毋过台语即句话咧应用有另外别种解说呢。那以现代名词咧讲，仙人跳就是讲做打死。吼，查某囡仔遮水，就讲来哦，咱来理社哦，两个吼来烫干蜜甜一下哦。安尼衫都还袂烫咧，国情啊你讲遮土啊，事实啊，打死就是安尼啊，门当就站开啊。讲这阮某呢，叫你签本票。甲伊讲条件，这真就是叫做打死啊！社会咧应用讲仙人跳，台语人就是讲做打死啊。地基的朋友若互怪去，互打死，人这是拔旗骨的，乌窟互咱跳呢。当然有诶，较海派就讲来，我替你出头，甲约出来，约出来要安那？我来甲围炉啊！兄弟人讲兄弟白，围炉是咧讲二九暝上，毋是啦，围炉吼。国情这拢毋是我家己做的哦，我伫解文说理已经说明过几落摆，拢真正社会有人安尼应用，我安尼去统计去研究，佫毋是干那一个咧讲，行到倒位，你若兄弟人加减拢听有，我才有淡遮整理起来，当作语言特色的所在，甲你探讨。围炉就是啥？就是围起来争，吼！啊，若安尼毋通啦，斗阵呢，你互打死啊！我毋是干那要甲围炉呢，我搁一支，哦，家私哦。小金刚摇出来，甲伊输赢。朋友，什么家私讲哦做小金刚？扫刀啦！哪会讲哦做小金刚？这毋免国情加解说，我即站是讲互少年朋友听，因为若中年老辈拢知，较早黄顺阳咧做布袋戏史艷文内底一个角色小金刚，吼，举扫刀出来，甲摇刀的车柄，所以到落尾咱才会兄弟人，才南北二路才以为，若讲真正举扫刀出来输赢。因拢直接讲要做小金刚啊，用迄些红仔的角色来解说啊。国情啊，你咧讲这事是讲拢兄弟白。我毋是教你做歹，是甲你探讨讲语言变化万项，有影内容真精彩、真丰富，台语真艺术的所在。